今日帶大家睇白石角雲匯新鴻基嘅交樓標準，兩房448尺。好，我哋望出去，正喺呢個西南向嘅靚內園泳池景，採光一流嘅。成個客飯廳方正啦，擺梳化同電視位完全冇難度。行出嚟個露台啦，側邊仲有個凹位，啱晒裝個摺疊晾衫架，慳位又實用。我而家身在呢個單位，業主開價718萬，有時即睇，千祈唔好錯過。翻轉頭睇翻玄關呢邊，發展商已經做咗入場櫃，收納一條龍。左邊係大型收納櫃，右邊就係鞋櫃。翻到屋企即刻整齊。牆身呢度仲有個掛牆嘅收納櫃啦，配埋飯台空間，一家人食飯夠晒溫馨。轉入嚟呢個開放式廚房，靚裝不在話下，電器全部都係頂級配置，焗爐用咗西門子，品質保證。抽油煙機仲要係 Gaggenau 豪宅級數嘅頂級牌子。煮食爐同樣係西門子嘅電磁爐，安全又易打理。廚房嘅儲物空間大到驚人，雪櫃、洗衣機樣齊，啲門一關晒就好企理。呢個係專門放餐具嘅收納櫃。第二格可以放啲碗碟，而第三格可以放啲乾貨，例如罐頭或者清潔用品。空間利用率真係滿分。而右手邊呢個雪櫃容量好充足啦，入伙連電器錢都慳返。而雪櫃頂頭仲有一個巨型嘅收納櫃啊，換季啲被單全部可以收納晒入去。行入第一間房，空間感十足，完全唔會覺得局促。有興趣嘅朋友記得 DM 我，唔好嘥咗呢個機會。窗外同樣望到舒適嘅內園景，新鴻基嘅高樓底設計真係冇得輸。跟住嚟到主人房，一入門口嘅左手邊，發展商已經預留咗好完美嘅衣櫃位，即刻幫你慳返成筆訂做家私錢。左轉仲有靚落地玻璃連專屬露台，樓底一樣咁高，採光同通風簡直滿分。望出去嘅景觀同大廳露台嘅景觀一模一樣，都係非常舒適嘅。成個主人房三邊落床都得。最後睇埋廁所，牆面同洗手盆全部用晒雲石打造，奢華得嚟又簡潔實用。